你好，我係岑僕少醫生。我喺美國已經行醫30年。咁我嘅病人中大概3%左右係亞洲人，有一部分係講唐話。我有一啲醫療信息，我覺得係有價值同你哋分享㗎。咁我嘗試用呢個方式同你講一講。通常係我落咗班散步或者係週末嘅時候嚟，好似傾偈咁。咁我講嘅內容呢，就唔可以作為你個人嘅醫療指導，只係一個科普。而家呢，隨住我哋嘅生活嘅習慣係越嚟越少體力嘅活動，再加上熱量同埋各種食物嘅豐富攝入嘅，幾乎每一個人都係稍為過量㗎喇。咁呢，心血管問題呢就越嚟越普遍。咁再加上人嘅壽命喺度增長啦，所以中老年嘅人患有血壓、血脂同埋血糖問題嘅人都好多㗎。咁更唔好講話有心臟病同埋有過中風嘅已經。但係總嘅嚟講咧，無論係有呢啲心血管病危險因素或者已經發病嘅人咧，總共都只有大概10%嘅人係有直接自己嘅醫生去照料嘅。好多人咧，佢或者未有症狀，或者自己唔認為係重要，佢仲未同自己嘅醫生跟進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我喺呢度同大家傾下偈咧都有意義嘅。即使係你有自己嘅醫生咧，都當我講嘅嘢係一種輔助嘅資料，即係一定唔可以話當係代替咗你醫生嘅建議。咁首先咧就講下血壓咗，其實正規嘅測血壓嘅方法咧就應該係當自己坐定定，冇干擾，冇其他事情嘅干擾，亦都冇同人交談嘅情況下，5分鐘以上坐定定咧，嗰對腳咧係要放喺個地下嘅，唔係話吊住對腳咁唔舒服嘅。同埋咧測血壓嘅時候，個血壓計咧，無論係喺自己嘅手腕或者係上臂嗰度咧，嗰個血壓個位置咧，就應該大概同自己嘅胸骨中間呢個位置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大概係心房嘅位置。咁樣咧測出嚟嘅血壓嘅數字咧，先至算係準確。即係話，如果你係啱啱去運動完，或者係啱啱半個鐘頭之前飲咗咖啡啊、飲咗酒啊，咁就唔係測血壓嘅時候啦。即係就算你測到血壓咧，未必係好準確嘅，或者係稍為偏高咁樣。咁咧有時醫生幫你開嘅血壓藥咧，一開頭可能就係一種藥先，或者有時咧你啲血壓係好高嘅話，好嚴重嘅話，你醫生可能係俾你連續2種藥嚟開。咁呢2種藥咧，可能係喺一粒藥丸入邊，即係一粒藥丸有2種藥，或者係咧分開2粒藥丸。咁點解有時醫生係一開就開2種藥咧？因為血壓同埋好多嘅慢性疾病咧，佢係要長期去醫療嘅。就算係你通過健康嘅飲食啊、減肥啊，能夠多啲運動去將血壓控制得到咧，慢慢能夠脫離藥物咧，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嚟嘅。咁如果係呢一個過程係比較緩慢嘅話咧，譬如話起碼半年或者幾年嘅咧，咁呢一段時間，如果你單純係用住一隻藥嘅話，甚至如果呢隻藥嘅量係中量或者高量嘅話咧，身體其實係有一個適應嘅過程，或者係叫調節嘅過程咧，令到身體冇再對呢隻藥咁敏感嘅。咁如果你係2種藥用唔同嘅角度去對付高血壓呢個問題咧，佢會有互補嘅作用，同埋副作用嗰方面咧就會進一步減少。咁一個相似嘅例子，或者類似嘅例子，我可以講嘅咧就係治療其他嘅慢性病，譬如愛滋病啊，或者係好多嘅癌症，而家都變成差唔多係慢性病咁樣去治療噶啦。咁呢一啲疾病都係用唔同嘅藥物，有唔同嘅角度去針對同一種疾病，因為每一種疾病咧，佢喺身體發病嘅時候咧，係好多個角度唔同嘅機制去發生嘅。咁所以如果係醫生俾你
兩種甚至以上嘅血壓藥咧，唔好覺得好氣餒。就點解有時醫生唔會將其中一種藥咧個劑量越嚟越升高，升到最大劑量先至再加另一種藥？咁我頭先講嘅解釋就係咁樣啦，即係當你用到一種藥係最高劑量而唔加另一種藥嘅時候咧，呢一個藥嘅效果未必係最好，而副作用咧就可能越嚟越明顯噶啦。咁有時咧如果係開2、3種血壓藥嘅話咧，其中一種係或者2種係上晝用，有一種或者2種係傍晚甚至係臨瞓嘅時候用。咁樣咧就24小時內嗰個血壓嘅控制會更加平穩一啲。唔係每一個人瞓着咗之後個血壓都會降低得好穩定嘅，特別係有一啲人係比較肥啊，或者係佢有睡眠窒息症啊，佢夜晚黑嘅時候嘅血壓嘅降低咧未必好正常嘅。咁當然慢慢多啲運動啊，食嘢健康啲，多啲蔬菜水果咧，同埋作息嘅時間係比較穩定啊，飲少啲酒啊，咁咧可能夜晚嘅時候血壓嘅降低，即係瞓着嘅時候血壓降低就會比較正常翻，咁未必就一定要夜晚黑去食1粒血壓嘅藥。暫時先講到呢度先啦。